你哋好啊，我係 Linda。天璽天二期啱啱開咗價啦，首批118伙，價錢折實係653萬起步，去到1500萬左右嘅，有100伙一房，18伙兩房，3房未開，去到30幾樓以上嘅大單位呢係做招標嘅。咁一座嘅 A2 室同 A3 室呢係唯一啟德站景觀。價單最平嘅單位係一座 B1 室，一座 B10同2座 B1至 B6呢係望返稅務中心同埋太子道東。今次嘅批文得一個，就係360天付款計劃，可以選擇提早成交，可以提早成交會有相應回贈，180天內就有2% 回贈，181日至到240日內呢就有1% 回贈。另外，如果唔用發展商提供呢個一按服務，另外多2% 現金回贈，用嚟扣留價尾數嘅。每個單位都有個 iPad 同埋 HomePod Mini 送返俾你，係一個智能家居系統。如果你對天璽天有興趣，就留言俾我啦。